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位头来讲起。讲了这2礼拜，大家真关心这只会偷走出来18天，本来活跳跳无代志，有人为着要抓伊，阵啊看到乌影就开枪，害伊吊枪无命去。工作人员后悔嘛已经伤过迟，对伊的尸体来行礼献花表达诚意。若讲到会，1913年甘伟林台语字典就有记录，讲看到会就爱赶紧走，因为伊看到人会笑。假使若是紧选，大家较无代志。落尾1931年台语大词典嘛写到人嫌，也毋过现代生物分类嫌甲会总是无共科。若要讲到民间的讲法，毋有人讲嫌，嘛有人讲是狗嫌狗面狗，嘛有人直接讲是狗。称呼会当讲是百款，害人满天钻金条。唠台语讲新闻，时间到，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唠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。最近伫咱台湾的汤圆发生一件大代志，就是有一只灰，伊是4假5袂走，伊逃亡18天了后叫抓到，啊，毋过抓到的时阵，伊已经吊枪死亡。为什么大家安尼抓伊抓袂到？因为专家讲灰这款的动物哦，伊的骹手真溜俩，会使爬起爬落，佮真咬长，所以咧大家找伊找真久。今仔日嘛，趁即届的机会，带大家来熟悉会这款的动物。这款的动物咧，伫1931年第2大词典的时阵，就写着，伊叫做是人形，就是公形来比喻会。用英语来讲咧，就是8本。啊，毋过会是高科会属，形是形科形属。再来，我过来看到是1913年台语的甘字典内面嘛有形容会是一种足奇怪的野兽，伊生啊甲人足相像的，啊毋过看到伊的时阵爱紧走，因为伊会食人。啊毋过其实会袂主动甲人攻击，啊毋过咱真正是伫外口，若是真正拄着会，有一寡代志千万毋通做，亲像即个就是莫甲伊相对看，笑的时阵呢，你的喙齿嘛莫显出来，因为咧会会认为你伫咧甲伊威胁，嘛莫叽叽叫，上好呢是嘛莫歪头就做你走。若是你的手中有好料的物件，爱会记的，甲这食物放伫咧裤骹，慢慢啊豆豆啊离开。刷来就是敲一通电话，予1999，请专业的人来处理这只灰。其实咧，伫世界上有一寡动物嘛，甲灰生甲真相像，啊毋过咧内面拢有差别。亲像即只叫做乌猩猩，伊的外形看起来有一个足大的耳仔，佮有足长的鳞中，伊会使用徛的方式来行路，伊的手啊，佮伊的骹拢会使摕物件。而且乌猩猩是甲人种相像的一款动物，伊的 DNA 甲人是差不多有99%拢是共款。再来看到即只叫做长手狗，伊的面看起来是圆圆甲扁扁，伊的目睭啊、鼻啊，全部伊的五官拢是深色的。伊真爱叽叽叫，而且咧，伊的手腕、伊的手、伊的关节足灵巧的，所以伊会使伫咧手啊顶安尼害过来，佮害过去。再来，阮定定看到的，就是即只狗，狗的外形足明显的。伊有美人尖，佮有短短的尾溜，伊就介意团体大家做伙来生活，而且伊啥物拢食，上爱食的就是水果，就是香蕉。再来就是阮即站种注意的就是肺，伊的鼻仔咧足长的，而且足明显的，大部分是住伫咧非洲，伊的身材足大壮的，而且呢足爱玩家。再来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甲狗有关系的俗语，第一句就是即句叫做“公狗拍石头”，我嘛会使叫即句是“公狗打石头”。狗对无法度食的物件是无啥物兴趣的，若是有一只狗，伊是甲石头拍伫身躯顶，增加负担，巴肚枵无法度食物件。
比如咧，这是戆人做戆代志，白了工。所来即句是老狗跋落手骹，咱拢知影狗足个爬树啊，伊个骹手足灵巧的，毋过老狗竟然为树仔顶跋落来。比如讲，任何的代志拢有可能会突袭，所以做代志的时阵爱较认真的。所以来看到是生命线还是高遮天，意思是双方伫请拼伫咧冤家的时阵呢，结果无辜的第三者是扫着风台话来受伤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秀文，即摆就甲时间交幸互移动主播。